书房里向山高头吃脱鸭饭，非正呢，吃脱子鸭饭，大队总归围炉困觉。但是经家里读书，并了书房里，里头还有里头的道理。大山上一号山岗天，花园里向毛板林讲的，现在先生到毛板林去呢，辰光太早了。他是回到路浪向去呢，不能高山看了不得脱身下来，所以并了书房里，预备并到阿嬷样再到花园里去。当八户半边上猜的，哎呀，你都把去困觉，我也要困觉，门叫家长要上起来有事体个对吧？脑里到两个都有三个勾出来。等到大队出自书房，当八户拿书房门乖乖收拾，在里向锁定子洋人。到个山岗天，到花园里去再打队吹香。两个大队人一大路进中门，上天进中门，一到不进中门上，中门上向不困也不关门的，灯里头的，所以都只得进中门。国家不科技是要进来是你不事体，中门乖乖好收拾个，娘里面去困觉。两个大队进来，到分家摆龙，一个要忙东，一个要忙西，分析着。哎呀，一唱啊，好了好了的，我背身了。你在路浪向马上喷干，喷得上呀，喷上不学了。那是搞笑了。你才要马上喷干。好，下去，大家明白。没事。一看阿哥子孙情有人人气真厉害，那么到阿哥在流浪下不是才看了不能下来，我流浪不能去，我在流浪不能告诉不看了咋不能下来看，让我谁带我是去等辰光，对，回过来中门收起，他中门刚刚拉开，出中门白龙里向对秋子，辰光这么对秋子的个，咋把讲起，豆豆的一想，哎呀，我进中门下去，一到流浪下不能下来个，一想起让我回出去吧，到毛丹亭去打口可冲，等山岗天吹响的。哎呀，别个哄困着自己让门呐！对了，我是进至中门到流浪去，我穿一副铺盖，斜上东里到老房。南房上两点的没亮了，海了灯里上来困个里发进去，灯的外房没出后上好了黑家里头呀，家里头啊，我对天气黑，眼睛大大外头。都说呀，都到流浪下来饿吃噻。我今朝不困了累了。啥地方困累了？他那去冰山娘娘。冰娘娘做啥家？我把我龙虎铺盖。哎呀，要不铺盖做啥？我吃起狗烤。狗烤？狗烤嘛不要的东西管。因为来了朋友里多里要东西，所以我跟这里都一道去狗烤。里要东西。到哪啊？那么府里向他们都是按仓出去。是自家动肉不如搞啥好特卖吃羊肉。啥来吃羊肉啊？那嘛的。那么我到娘娘去讲啊。我的大理想，到娘娘一说，娘娘刚听了结婚，到底嘛那发到金子，从大概口中啥个地方去把退货了，因为你是在干个脾气啊，你让到花园去走走，经过到亭子，马上里向一口当上，里向去把退货，今朝从大概两毛钱发展，你不点鼻涕不点么老大说我的个自己鼻涕出来，都说呀拿一条鼻涕拿出去吧。算了，还只有一条鼻涕啊。鱼子玩。对，好，发浪。他那揪一揪，拿根绳接。去拿根耳巾过来，接下。找了一堆。他那帮我上肩。哎
说了不喝。老三呀，你最好不送来着，路那么大声啊，身体嘛大容的，我骂你们李总三人我困了就了，你都大家困吧，我种子就来很多美人以上。哎呦，家大山呀！你到本来我里向不嘛，你到山民八岁。我有你那是样子吃个家？我气着哈。打你到门家位啊！呀，你去狗看不那门家位家？哎呀，忙记他了，忙记他了。加上的是，假设个主要语，叫为得忙记他个。等到下来，我的乖乖理论法门，你都会困个。多多的一个字白龙里向白字家比的十个中门一口刚刚中门关，现在中门开上。那是想说已经出去了。分享的吹响是分出去，你到领地嘛已经出去了。出中门白龙出着十个中油门，口的中油门外分关开着十大堂，里手操着。实在想说起的，我来嗨口。想说，想说，这个是本的呀是，一直来分来，你这是来随手来着你，你登了中油门海，那还听得出来以后又要隔开三重油的了，登到打出油门，一到花岗上向走，抬起头来一口，哈哈，那个我亮光，哎呀好啊！俺俩有呢，大对着，你想说上班啥能够好？密码在这眼睛上前，中也不对，下头昂的，分人皮肤你都不着，身材是种体态苗条，走我皮往蹬了一道，天上一带狼才女嘛，越死越香嘛，越有情。马对定人。已经找到了马带领到的，不知想上来了，想啥？哎呦，外分来，倒是里向没吃和饭上痛么那行呢？也发子。我身体白一个周身，太熟悉。你也有这个道理，太熟悉不会上开苦路的，顶多上痛屁股，上痛屁股总比苦路的来的好多相比。屁股打着他那，拿比率一放，后劲就打开比率一台锁定，但是里面是多么的锁定人家困不能困着只想说来不晓怎么拿让我走来走去吧多多的人等这个亭子里向一打来一打去，第一个人的已经到在，第二个人的阿郎来着，三人你阿郎白龙里向对秋子，咋不讲起。对过来对的听到叫二松堂，就叫铺亭，哪叫铺亭？对的铺高铺上，铺个台子凳子所几开被铺个轿子才有个，挨着听到嘎达发喊，一面上房盖，一面灰盖，一面狗盖。你对过来的铺轿子旁边，你查手轿子，灰人把bom不过个，马上轿子里一手收了海，哪会动？不认得哪会动？激动，自家来。咋把讲起，有话的咋把讲起，现在就呀，那没有声音，自嘎，眼的狮子来领给起抠门子，最大天津里一口，自嘎，哎呀，对面个一浪轿子里向当棒子，拉一股囊上，忙住一下，对面个。我的腿可以上下，菜哥，好吧，哎呀，你都对了，发到真大的门这位
阿爸，传人开干，不晓得吧？哦，没事当中，新人开，张破你才家这里喷着，看起来还得忽悠一起，对，很悲喜，咋办？阿爸，可其实我没结婚个，这到底浪的是，水落毕业了呀。哎呀，你瞧，收家鸡，吃啥的？哦哟，菜肴真赞，大人个美，我们收家鸡，做出几个包银嘞。刚下这一年还是我过的哟，几个夫妻吃三碗。困得闷扎扎，要么背起耶，吃上饭还是我糊涂，我个困来去当得起鬼门关，快递帮的去相气，你个对夫妻们不太白。哎呦，一阵大吉富有礼，大概去下么为分耶。哎呀，去向分爷爷呀，我不稀奇，对，这把假气，火高浪向过来，不风呜一吹，旁边左右的竹丝啊，不能风狮子啊，沙啦啦一声音，火有的第二年没动，几个，呜沙啦啦，哎呦，是猪呗。你到旁边嘛，学里个香，菜口养该的应该。哎呀，话说这位太阳老君节是连吃，要出下去嘛再滚开，很悲喜。你瞧不好，对的，这把战气，火高浪过来，今天你应该不，我两光没哈。一个人让我两光我的最美还是印子的咯，头面到底我带进这是个印子分动，但是眼睛不够带雨的看，马雨的看没吃黑头，跟来了，哈子当猪，哎呦，自个好自个，比过来旁边不大吧，个头面个水子锅不大把那啥来着，搞你好当猪拉来。别要呢！别要！哈，水子锅不上气头了。我这个要喝啥个？我去想，没事，这把假气，眼里也够了。是大雨后又买带点口气，去想不讲爷爷吧？去想爷爷。去谁呀？拉的来的啊，啥飞啊？阿哥们口的兄弟，哟，不对吧？你再我说，是一个猪吧？兄弟分口就阿哥，哎呦好个了，你想我说个名堂？哎呀，好啥子？我顶子里不起，我是等对个，对过来对的嘛，对的门里有点围廊里向啥袋子？本来把火盆空了，噗，顺这灯马上在子上插他一入，等气象也在那等待报响，头面头的饭挺神的，一定神准备让气体，啥的啊？高气高的大夫第一层，一喷个，别喷，什么下呀？不许喷，喷着气象也不晓得，别喷。这几盆啊，谁的盆啊？没害，你瞧不给谁不能碰？咋把胀气？我个身体好了，啥子是让妈受颜色，妈了妈的台子边边让一个人边压了呀，不流行的拐下去，这个叫颜色。那要喷到，要喷第三的气呢，要喷了，喷到第三的气呢，喷了，自个到自个为项目压了等。第二种人的干得特，第三种人的大浪来着，啥人呢？当八户走了书房里向，只听见哔啵哔啵，砰砰，
哈，得听小女二狗帮，美人两被金玉房，时光不长，在我花园之中也追立起身来。嘿，哎嘿，当把后当花园里去别当的，也用不着出书房门，只要出御书房，走进高山洞，好的高山洞里向一扇闭门，拿闭门的了一开，走出去呢，已经到至花高廊向。今朝你我是不压力下，我的阳光倒来这个好，来人风树大不头半边，相逢不发，对于带起来忙从天上看看，好一人月色一。已经半年多，到气象办了一个记者，衙门里他终身呢，实在没机会。今朝办子头，哪能事体可以成功噻？吹响梆子头，打里个好看，一个小八股，一张线肉，那么呢可以同飞歌手。
不来呢，好的门卫就是马队的，说真的亮光，忙到马队那一看嘛，这口气顶子上向有两人影子，一个呢，让顶子里向冲了冲，一个呢，让顶子外是摇了摇，这个两个是独对我，对到南位到给他花园里向来，虽然我打吹响事体不离到晓得子，对未来当30路过家，可是我不能够过去。为就是呢，真要想吹嘛，刚刚想买，顶些吹响来起来，不晓得遇到让顶子上向，吹响上过去，你不要吃苦头的。那么既然来的，有心等了给他等他一些，吹响来的，我刮住上来。上个里过去吃口头，时机不来的，往是等到3天天还不久辰光，对。不过给到花岗上向等人，许多不便。他若不良到底看见知道他有，四面一口嘛，这么到一个高山洞，这个夹子上一点，那么大夫娘我到高山洞去搬脱一步，好的定期的吹响。到马队的给他背一路过，是必须之路。只要你来，某次后里到里向收点，你两人刚上有啥人晓得呢？指定你的，然后实动之时，咖啡洞里向收点。这个让我们好的呢，老师们老复杂，忙到马队的通通在看得见。第3阵人道大家来着。秋香的下来子，一只是财务子老太太，一只是这个灯笼。太太，当心了。你已开仔细，是。大白龙里一大龙过来，跟你拿在厨房给，让他忙过去一看嘛，压鸡食饭灯红红，为神神打着那红红，秋香是。离开食堂之中，因我此刻为这部修难忘。
取下一口嘛，道理没明白。这个是只是吃开子野外唔耍走了都懂的，这个是不来听。两个马正想要什么一张么拉得着啊，太太，十万中这不修了，非为彼日，他们正在为相宜准备追呀。哦，啥时候把白居士啊？哦哟，那的子啊，那到6万多啊！大7年多，采草取香，取香快速追呀，是太太最好。因为的大花有金佛，更是非比行然。那他对你妈妈难道是的性质好了啊？上位的押金，我不是父母的事，金子2年哈，不心思里口。想我是都有金所服心开。大雨忽悠，只听见好吃笑声，吹迎风。去想，你听哪里来的笑声呐？这去想一听嘛，呀。这个油的嘛，吃不香啊！记着你门道了，两个一塌瓜子猛正想要什么一张了拉的啊！太太，这金香之声非为别人，乃是不话听然，哈是登上了。心上周喜在。来大声，希望给你们这个擦个擦，火条吃个吃来烤个烤，13个包子弄个磨得金等等，真正气吃的。我当你老夫妻，与不同乡，与来同当。今朝内容你们才不口，我的阿妈妈才有得口，你们搞了屋头当中弄我们磨气，我不口啊，面对不对，老头子还让老比死在。我自家
得还不清爽。我细须儿一走两个红头虫，不是没想老开封，其实被他们来勾当中。今朝事体，幸亏等我必了之门，总是被我问出来。崔香爹比不肯讲，那个来么春香来了在，硬一直错在第四步推出来，可是门长我要哈哈叫上上的，老弟子，你阿想得到，某几个人打来在，你不想让我披长心，差大一些。我三个吃嘴师傅们唱戏，大家来看看呢。来中不记得哈意思弄我鼓出来了还是？我崔香记得没得来。崔香，快去带进一步。是。崔香心里开心。你越是这样急，上当越是上得足。啊，太太最好。一大路过来。将军啊，到马袋里，去想祝你的不是我安来了哇！不要么说，在你们过去，你们刚刚到当了郎，不老套口气不得了的。让我来不爱应对不拉篱笆，所以第家子掉不拢。啊，太太，不问了啊！当不会听。个上声音吹响了，啥是刘伟来个？可是不我等的，心里想他啊，真要想打出高水动，你亦担心？哦哟，个上声音是房听上像老套，老套哪会到给他忽悠里向呢？哦，要么吹响写得两多的让马对定，不知哪一类型就为我们老套出发到忽悠里向来。不得口头不良，多得吃吃。哦哟，崔香，你原本是高阳山讲我老他出发到花园里下来嘛，真正白话。妙计呀，妙计！一个妹，来这，口里头最高挂山洞，忙中毛对那个没气。哪个看上去两头都要吃口头在，崔香一路过来。这是我两光看过去，不知我安来了，看到马袋里呀，两个影子，不对哇，我明白。我晓得你聪明人不来，不过不让你说，我心里在东湖那里，晓得两个头头科技子大嘴讲，龙人特里，对，所以我在灯后，地上来落去，灯笼地到忙中花高浪向得一棒好皮硬头啊！太太灯没亮，老他想不了，对你妈妈那时候没啥走，我在灯笼弄不响，弄上来弄下去，不随之弄人头。虽然此地大不好听，有我两光看得出，但是今朝我唱的不能不拉，人白拉错的。我随时干这边不得讲个啊！你啥个身份？堂堂高明王凤，女子家营养水地足，你要嘎嘎心无我的，为啥的自家不让你再干到忽悠里下来不地好啊？错的不得白拉不叫。我大不是让我吃的等一些，让崔香去地后，往是一些功夫夸啥个呀？对，崔香。我在此间等你快去伺候。是。叫，在家里面还特神在。没，你等那该到头头不晓得不？让我虽然弄那话插到马袋里去再讲。太太，我想此间花季之上，露水涌涌，
恐遇上身子。你看，那必须是某对顶，请太太到某对顶上登位下笔口喊。老太做你的呢，我的呀是要磨，你得帮我磨这的呢，勾起来怕磨皮子。好啊，你说去说来，立刻是来的。老太说我马上马带进去，崔下呢灯笼打出来一只，崔下龙鳞灯笼忽然火，他当不后搞谁动呢？不记不了，是一米高上给你听得清清爽爽。哈，崔相是你聪明，也是一定要记差。时间一来呢，你好特生的，因为今日特可之际，我个老太呢出到马队顶上去，那么看上去老太们吃哈头呀，两道都要吃苦头的，这口就吹响，最高高谁的，当不后要紧抽出来，7岁轻轻叫忙着你肩杠上向，哟，吹响也好得了呀，不做的来一口嘛，上来那里给打，当不后大里早睡，忙着高谁动的支持，因为理想嘞，吹响一口个吃的上火是蛮好，到距离马队顶啊太近不方便，带你微微睡，一年说你跟我来娘，当不后口里早睡嘛，跟着你忙着的没，两家的对过来，对打马队顶的东面一口豆腐对来顶。崔相随我灯笼马正使我之上一照，姐姐，哥，太夫人怎样会到此花有之中？哥，你欲所不及，放在你嘴了之语，两个的唱真当听。他们虽私人不下妹之等这样呀？原来是此，真是别讲了。两头的难为的那马队顶，我刚刚还大王听上去过的。大可我自己，姐姐，如今你好顶托终身了啊！哎呦，今朝不是讲终身的讲，因为老太到马队顶去，后个呢还不晓得。往事我不能人家上了海了。哥，我们明日再讲吧。对，今朝的局面还来不及托终身，我多了等着，后来有1年呢。姐姐，我们这次开戏吧。是啊，开星星出戏吧。两家的口喊马队的，嘿，老太，你勾起了吃好的在。老太一路过来，将近到马队的一口目，哎呦，里下没人吃好玩的。不要我说我年纪大着，眼睛当着这里的呀，把进去给黑天嘛他上通知讲。是我的等一些吧，王叔吹响是也来的呀。再看一声那不进去，虽然顶子我的，背身上带这个马带顶，带起的来口口天上向我俩。哟，你看好一人，月色一。俺你俩啥的子让夜里也是半日了，困死懵懂，忙过去以后啊，我两光的我女人的白玉了，啥人吹响。是对那个，也就啥的是了，砰跳下来，放轻脚步，一脚移过来，到里边里面去2点水，刺过来，水打水打那么咕噜声没来，吹枪打不隆咚讲，老太个来分地上，不要你再讲忽悠的背的来个人，我那来也要一个嘛，哎呀好个了，好，到头的这个辰光来了。马队顶里向收了太郎郎打客冲，不了兄弟吹枪扎不隆咚扎好个一口要发这是兄弟我个那个吹响，个来不去，我到底是阿哥，应该我是丈房丈夫，吹响是我个，好上出去，哈啦哒抽出去，里面人的这个是吹响，手一忙针逼波浪向扎到一波，相说，要唱要个，老娘，是我给，相说是我给，我老太好得了眼头的人。压力风好把比不上一来个的，内让我被那个人我个耍个老大家，白走的人一口嘛呀，这个是我800同志之外，啥是你啊？
那他心里气哦，随即自走就的忙着的外国的东西靠上去，出生痛啊！那么口心上是娘哇！我妹妹，立马水一放，大嘴大嘴，里来谁的嘴？哎呀，声音不带一喂，声音不带一喂。哎呦，哎呦，妹妹你干的好事。你几个是？老太心里想起呀，得名不对啊，不到里上去困觉，等那忽悠一下跟我娘，你都为让想不公司的了，畜生呐！马上小畜生，太荒诞，你今日走出下来枪。身下不人流的水，站在雨中来向我娘。不以水进到花园之中来做什么？你怎么做什么？你讲啊！家常妹妹你别动气，我们花园里下阵风凉。什么的？今朝你我都不叫阵风凉的，可是大致龙我都不能不比夸着，哪不得这样子去讲？明明那是句话，你居心大来做什么？不相信？讲啊！我们啊，会睡觉，喷的忙吉他。草坡浪下山上亮，看见我俩当太阳，我腰里当心热里香。哎呀，多对呀，你要多得猪这个嘞，我俩太阳都分不出当然，明明能是句话，你一配后影我没相信，打来仗，告诉你弟弟看你怎样当。妹妹啊，饭干什么掉个我定要告诉你，干臭掉，我也吃3份。妹妹啊，这还是叫霹雳马子一只欧剧嘛，放鸡山。放弃！你居心大志应好走。我们做什么？这鸡亏损我讲，我长几个去讲个头名当啊！上崔相当，哎，这样上他当啊？你要喊我个哟啊！要喊院里向忽悠来干站，等待几高兴，不人可欣赏么？拿年轻人么当去相。呀，好个嘞，有个种子鸡个，说崔相要你来啊？那么我崔相跟我到忽悠一下看星星出戏，又不得来还是哇？出征是。我问你，是不花厅上可以星星出戏，吵架？不花厅上可以星星出戏。不花厅要忙得吃，没人吃个也黑文。哦，那他忙过去一看嘛，呀，这面是不花厅，灯后衣服，哪说的还讲？这一想嘛，哦，明白噻。话说大我已明白，我好里好的我上子当呀哈的，我上子2个小猪的当了很多，啥叫星星出息，我让你要混，这都不要这个，我配到忽悠人啥个意思呢？对的，因为我们夜里向拿一种模子一等了，一种包水，不要你这个弄当我忽悠的像老师呀老弄哦。哎呦，这2个我都在跌了你啊！可不那光星星出息，我龙威，而且这是了一个2招。这一想嘛，哎呀，不对的，这个不是真正星星出息。你都讲个2招星星是指我200倍女子。哎呀呀，你都小星星，我比老星星哇！老他们心里搞你气，错生你们干的好事。我就不承认。孩子哟，妹妹啊，几个你又不是不认得的呀，孩子哟。你马马虎虎嘛念错我
妹妹喏，一上一去一走，阿姨，下周我种不在，阿姨，假使我下周再跟你娘们喏，怎样？中场不是要娘呀，乃是越说越不对，快点走吧。曲香快来，曲香快来！你们往哪喊啊？曲香在听好了，啊，我好些，嘿，来他俺来吃苦的早，嘿，我来不来？高兴我来吃苦的吃三碗，我不让猪碗。王叔呢为大王听那么云都800年之风来起啊，多的可可的狼仆。然后他孩子机上不来，声音也不不，哎呀，下头些觉得不回来着，嘴巴那个头都对了他起来，哎呀，起身呢，谁敢把家丑不可无外扬，偷开这个宰缸吧，畜生，起来，扶我回房，咋不讲？妹妹你别动气哦，别好，我这去帮你叽叽高呀，我说你往听上去哦。来他睡几大睡，忙着你几个浪向一打，哦哟，吓死我了！还是要记住啊，怎么讲起？怎么讲起？儿子一代子要忙，我也看到蛮清爽的曲线，那个样子比妹妹，有个喷死莫动口错噶。做现在牛的曲线，我的这个婆婆也在开着喽，不是曲线牛的妹妹，偷子嘴巴，豆豆的哪呢？你呢刚刚得到嘛在这个里向，现在看见娘哪个兄弟跟偷子起着，并至半年那么开开啊，得明我的，啊你呢打理也嘞。不要再讲我差买来，现在三个买我拉的偷的好听了，是我拉的当时个一声一门3敲6问，我拉的也不灵本个，你啥个就是阿哥啊来让发张多偷我兄弟，那么买重新搞点奥头来反复捉我啊，哦。该当为外系的家是离开该的，叫此日不追啊，等待什么日啊？等下3岁吧，我的鼻头一揪，后颈一接，往天高上向一拐上水劈开3、4、6啊的将身跳跳手发青什么是个什么一时手发青的。根本你大儿子呢，因为你大儿子与子公个子，嘿呀，老有谁可以听见哦？这个是多的，里面想不能大儿子，一大儿子啊，娘了嘴里听见子付费要卫生做来我个，根本不大儿子的成功是一个最不懂龙门那年，我弄去屋里样叫得罪，实际上呢，亲么也是亲，罪么也是罪，不吃。大嘴，曲线上可以啊！你都得把两套偷子去，那个都得不客气的家啊！哎哥，姐，为一个都得这么不急呀？no， 哟来了呀！哎呦，背身上像背这个包，一掐一刮，跑得快的啦！非要是的背是大嘴哇！多对背包难接匆匆，不花嘛，他明把嘴抽。三位是在房金家戏真口恨，只是走出下驴前。姐，你看耳朵的被那配夫人偷到狼厅去，不是打一顿钉马衣裳，他一律不给细妹香，倒是别了这口大多的啊，别你的呀，根不让别当啊，哎哥，要是这多对心不牛，姐，你
别怎样？我嘛也是呀。原来爱狗，但我不是心有烦，爱中把我这道头难。谁知音不你是口好啊？快去，好极了。那我去了。谁想对过来，他的邋遢门子。金白龙大十王门跟随们，可见十王门大归来，押进大门，未必开门，快随开门。指望里向是疯困了哟，昨天好了动动的，听见这个帮忙也好不了。昨天，原来做多家。我来看，嘎噔儿，哦哟，崔姑娘，不好了，昨天当天的事，现在花友之中，你们快去做着啊！是我的，那是，你让讲，房厅上向有事，现在让花园里向归找你去做事哈，做事。嘿呢，个做什么要磨擦过，本到晚上一还不是做个鼻子狗着做我。对，哦，人快疯困了，哎，徐先生还跟你说的，好，谢。徐先生我们山里走，是在房厅廊下，雨色过头。想开箱子盖，拿个么子推，带到花园里也想忙啊累，带子政府想推到你海里，想要些这事，大家不是对嘛，各个失败，背着同来的。师傅到去忙的，在西京，两位仙女拍胸脯，一球队，我有本事，看我面对，做了3日，错事一语，一顿3月，绝不罢休，我当得你的屁滚石泪，大夫罪。谢。这样。大家来说哈，我你一大堆，有一个妹妹长，有一个细碎，有一个小身配，有一个大块的，结果跳起，跳到这木头，灯笼笼弄哈嘛，点子拉左头，声势汹汹，大门开头，有位三叔比较有钱的，连忙来喊是，大家没的谁？哪是？相府里想推么子，不是心上30岁，他在地上沟通头嘛，本事一定不委屈。我你不打高上去，大西打开空路对嘛，到底高上，不委屈口头。对给，好了，大地高上去给。到高上。我拿到门手，我拿背带的，我拿对钢棒，我拿到3岁，我们来哈了个家，我们来管理水，让你1打不能打，2嘴不能吹，马上送到福水酒，门里我做阿骨腿，走，做来个石锅头，大家拿好高上，忙从花园里下来，等到中花园，咦，那不声音啊？哎，那不声音了讲 no， 来了，哎呦，一个包裹结棍的嘞，个大家子，你哪晓得？你看两个人一中的呢，哎呦，大家子大本事啊！没见，难说法。我看片面上恐怖规律不大。阿四啊，那是你背带了还？是啊，你呀，后面压上去，趁你不防备辰光的，啦，一边在那里好的，你把过来那里蹦到那个哪？哎，那个。我说有功了，想要门子包里上市，我就试个。别紧做定啊！去，不给个，我来。我背带把你顶狠，几只背带，小火高浪推过来，推到头的背雨里，这条火高2米10，高了个头，上头石头进来，我两光下我来看不出的龙当那个欧子人，一夹一过来，刚刚个头都得给打嘴。可两打的是垃圾鼻顶，啪！为何取得点鼻涕，分量胖得一头包，大卡了啊哇鼻涕，
人马地上神哇！哇，问那个是好多那个叫公公，哇哦哇！对，声音不对的呀。别当真，龙出人，声音是四方给那个大浪狗的，他上为主人，还晓得的。哎呦，是要问，当头头的。记者比得外国来可以。那有种我年等多，那该是找个做大个，你该去打山药个你。你今天很客气，上面你有个哪？你看他不晓得我。你在哪下？2笔的我。2笔的，生养不的？那我怎么不生养？我是这个为生意了，你哪都是刮这个你？你是搞跟我刮上有功了我。那时候咱们这边要写的地名，人不是也都能拿来帮你。大家录录，这灯笼的日子年纪比较大的，别猜，兄弟啊，都名字提哪了收个你？你要弄不懂啊？再讲，你多管多为事吧啊！你本多事情我就去啊。做先生多的意思要当啥个说了，想要不我这个要问人民的。这看上去一定要地名。是啊，如果说分当上你分那个嘞，那好了，多的好几百行都是个嘞。真的？哎，那么你释放开一下，对。这灯笼讲是讲个最过来，哎呀，7个龙东江呀，灯笼一走，说娘哇，为何分析？哦，都是要，我这个外边都是要的，本都当时刻。哦，要是要，你到火油的做事啊，不留心倒带都是要的。上个说头名卡起为呀，做着倒的，到资不的闻着吹着莫到为呀，靠起的说我是本都当时刻。弄错，来，起来，那个菜过来，来。哦呵，是要，个来你不还问？你刚刚还有一上水，你没会弄错的呀？我晓得要吃饭我了啊！呀，我问。好来。是啊。我们到花园里向来拿回来的。是要分门的事，你当谁想当？哪上你本来你宽困的呀，你来帮日帮门呀，是房厅上一塞，当然花园里给你做事，那么你来个呀？是个。哎。是你哪会在花园里？我家上了一个大。那啥？唔上。哪的？呀，谁呀？你市面上看清楚没着？鼻头的外不跟多脱了。鼻头。鼻头。那开到那。他那拿过来当我上一来。哦呵。来。是啊。很多一共俺来几好人。是呀，这个那牛两菜，实体的我为个了，你再来个令我不给。好不给的啦！众生的众生更难大难，一桩事体八通的。那了，门这七灵不能想出来，真这样这个事情。你是避免家亲不可为呀。他是到真这当的某个意，门这让向到希望里下来令你去懂的。你个啥东西？当的，别的，没，刚看我几高个少年。哦，我比这个20万。高的500。是的。我总是分我靠啥？别，你这位啊。那么这期碰得上3家大次结束。